荔枝产季短短15天，邱生明等采收总是输在起跑点。台中、高屏等地的荔枝早已上市，位在新竹的荔枝园6月底才刚要采果。今年因为雨水太多了所以它大不来。所以我们说这个也是宽田落色。宽田落色。要还某那好个事情。看天吃饭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看天吃饭是务农人的宿命。邱胜明说，和去年结实累累相比，今年产量只剩1/3，而种荔枝还要克服严重的病虫害。比较盐的这比较盐的比较好吃啊。这个还有一点，这上面这地比较讲闽南话说耐比较深的比较好。让观光客直接走入果园是农业转型的趋势。很多人并不知道，眼前这位84岁的老先生就是带动者。整个观光果园我第一个。您那时候为什么觉得没关系我做？我觉得凡事没有去做你不知道是做看看假如做不起来，然后我们不要做70年代省政府时期，愿意尝试推观光的农民，他是第一。而新竹的荔枝园，从过去200-300甲剩不到30甲地，费工的人力成本是主因。研究荔枝树矮化技术，他也跑在最前头，解决采收高度的困难，游客也才这般方便享受荔枝的香甜芬芳。人家说的我是要试试看，人家有说什么事情，我是要去研究，一定要做出来。花人生岁月60年栽培荔枝树，邱生明写下了很多台湾第一。更值得让人学习的是他不服输的瓶颈。宽田绿色，也希望奈何嘅事情。宽田绿色，也希望奈何嘅事情。